张先生上周六晚上10点骑车在十字路口违规左转，突然遭到后方的机车撞上，后方的机车驾驶王先生重摔在地，紧急送医治疗以后无效，不治死亡。警察局通知张先生到案说明，路口的监视器拍到张先生并没有两段式左转，加上后方的机车车速过快，刹车不及，直接撞上。张先生手脚受伤，后方的骑士摔倒在地，路人帮忙打119叫救护车。警察告知，因为骑士死亡，张先生涉嫌过失致死罪。警察做完笔录后，会移送地检署调查。检察官侦讯以后，询问张先生和被害者父亲是否达成和解。如果达成和解，可以缓起诉处分。张先生是低收入户，法律扶助基金会安排律师协助。因为被害者的父亲要求高达100万元以上的高额赔偿费用，张先生无力负担，双方无法达成和解。因为不能达成和解，检察官只能起诉到法院。法官审理以后，判决张先生有期徒刑6个月，得1颗罚金，1天以1000元计算。张先生不想被关，向地检署申请分期缴纳罚金，每个月需缴纳1万块给地检署。张先生没有工作，他跟朋友借钱，缴了3万元以后，就无法继续缴钱，只好逃去朋友家躲起来。法院宣布通缉张先生。3个月后，张先生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被警察抓到，去关了5个月。